当节目开始进前，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甲大家讲：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有一个留言连结，请你着5星评价。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你嘛会当互我抖内，请我食一顿碗粿。所会讲的，Song Podcast。台湾人讲的《聊斋》，有情义的妖狐鬼怪，所会讲互你了解。本节目由 Song Podcast 独立制作。副篇第12卷第36篇，爱在。当这官员当中有一个人，因这小妹去选较强利，封为贵人。有一个武官带伊做起，其中有一句警句写甲讲我念互你听：灵帝宗长野世敬良光，朝鲜参参有卫色，含妹夫人10年悲风乱。面上璀璨牛朝下，寒点之处可客，不到夜月之霜。牛狗之水可托，无罗婚姻之用。拄啊念迄，你敢知影咧念什么是羊骨头？这物件算一份家书啦吼，意思甲讲甲讲一下这个厝内底的状况啦吼。讲恁小弟即仔缀着厝内底事大啦，这官是愈做愈大，是愈来愈接近皇上阿妹你入宫内也10冬逐工着穿好水水，生活着过了舒适舒适。当这宫内底万项代志，你着捡起来做啦。愈辛苦的，你着愈爱捡起来做啦。目色较好的啦，阁有这到了暗时家话毋通乌白讲啦。你爱知影利害关系啦，所以意思讲你这暗时不到夜月之寒霜啦，用话啦，迄暗时无代志人今仔咧兵败兵无利，对毋对？会当创啥讲人用话安尼啦，毋通乌白讲话啦，甲因小妹讲啦，你若真正有顾虑着厝内底的人，这宫内底有宫的规矩，毋通互别人感觉咱作嚣摆，无到时阵人会甲咱嫉妒讲咱牵情殷切你着爱食好肥肥啦，结好推推啦。因为这封家书啦这皇上有看到啦，你是武官呢你有才调写这呢袂歹着甲伊对武官换做文官啦后来这个武官着一直做到堂正史，算正四品的官员安尼这着是铺烂铺甲拄好啦，莫怪咧升官啦。